記者蘇敬華今日一直都係喺宏福苑㗎。蘇敬華嚟到中午啦，居民係咪都已經陸續執拾完落翻樓啦？係啊，賴君鋭，我哋而家咧喺宏福苑對開嘅呢一個位置咧，其實都陸續見到有居民咧係執拾完咧就離開。咁其實咧，所有嘅居民咧喺完成咗佢哋上樓執拾嘅過程之後咧，都係需要喺呢一個嘅出口咧係離開嘅。咁就唔同我哋今日朝早喺廣福社區會堂嗰個位置嗰度咧，就只係一個入口嚟嘅啫。所有居民咧都要係經呢一度離開。咁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嘅離開嘅人咧，會選擇咧入咗去宏福苑停車場入面。咁可能相信係可能會要坐車離開咁樣啦。亦都有一啲人咧係會攞住一抽二掕咁樣啦，步行係離開宏福苑嘅範圍去搭其他交通工具咁樣。咁我哋都同一啲執拾完嘅居民咧係傾過，咁佢都話咧就上到去咧覺得個心情係非常之難以形容。咁就即係只係執咗一成左右啦，主要係攞翻啲結婚證書啊、相啊、證件啊咁樣等等。咁就佢都亦都話咧覺得係3個鐘時間其實唔係好夠嘅。咁就但係今次都冇用盡時間就已經落咗樓，咁就希望咧能夠有再多一次嘅上樓機會。咁我哋會繼續喺現場咧跟進住宏福苑上樓執拾嘅情況，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。好啊，唔該晒。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繼續舉行聽證會，消防處副處長陳慶勇同消防區長董永基作供。董永基